弗洛倫蒂拿在可能之城。第一部分：公文包與大夢想。從遠處看，可能之城非常美麗，但如果走近看，這裏就像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麥花筒，到處都是粉彩色的高塔、宏偉的高特色圖書館，以及排滿古老煙囪的蜿蜒卵石路。粉紅色、黃色和青綠色的建築外牆矗立在清澈如畫的天空下，這裏的建築看起來像一個宏大的童話世界，但走在街上的人們卻顯得精疲力竭。弗洛倫蒂拿站在主幹道上，他的兩條深色辮子簡直因為樂觀而微微顫動。他現在18歲了，終於成年了，終於準備好去征服成年人的世界了。他手裏緊緊攢着一個巨大的專業灰色皮革公文包，裏面目前裝了3份他的簡歷，一個吃了一半的3明治，以及悶悶的希望。這個公文包太大了，他走路時幾乎要撞到失合，這讓他看起來像一個穿上大人衣服，扮演公司總裁的小孩。就是這裏了。他對一隻路過的街頭鴿子歡快地叫道。那隻屌給其冷漠地眨了眨眼，繼續啄着一張被丟棄的包裝紙。今天我要找到我真正的心願，沒有什麼能阻止我。他不知道，可能之城主要提供的是讓人頭痛的可能性。他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一座完全由藍色玻璃製成的閃閃發的公司摩天大樓，玻璃倒映着天空。這是鎮上最大公司的總部。他走過旋轉門，心裏跳動着一個完全新手的幼稚喜悅。大堂非常巨大，裏面回盪着高跟鞋的敲擊聲和電話的鈴聲。身穿不挺黑色服裝的人們像玻璃農場裡的螞蟻一樣走來走去，沒有人微笑，沒有人抬頭，每個人看起來都像是去參加一個非常重要但也非常無聊的會議而至到了。弗洛倫蒂拿調整了一下他的大皮革公文包，深深地吸了一口空調的空氣，帶着巨大的笑容向前邁進。第二部分：傲慢的大門。巨企企業的接待處是一塊由白色大理石製成的巨大整體裂構，看起來就像是創造力的墓碑。後面坐着一位接待運，他的眉毛被拔成了永久性的，吸到令人感到靈魂崩潰的審判表情。他正在一頁式電腦上打字，留着長長的霓虹粉色的亞克力指甲，指甲敲擊的聲音就像踢踏舞鞋一樣。你好，我是來申請初級實習生職位的，弗洛倫蒂拿宣布，同時把他超大的公文包重重地摔在準淨的大理石桌面上。這股巨大的力量震動了接待運的設計師筆筒，傾使出了幾個回形鉗。那個女人慢慢放下眼鏡，看了看弗洛倫蒂拿的辮子，然後看看他的靴子，最後看看他的臉。你預約了嗎？他用冰冷且吸到厭煩的聲音問道。沒有，但外面的牌子上寫着。你的未嚟從這裏開始。弗洛倫蒂拿展現出了一個燦爛的、一白雅的微笑。接待運嘆了一口氣，這聲音帶着1000個被拒絕的靈魂的重量。牌子只是營銷，孩子。你的未來其實開始在30個擁有碩士學位和5年磨薪經驗的人後面的排序5里。
他甚至沒有看一眼弗洛倫蒂拿印刷精美的簡歷，他只是簡禪地把它扔進了一個貼着有空在看標籤的鐵絲籃子裡。弗洛倫蒂拿在那裡站了一攰人，等待一句溫和的話或者去電梯的方向。接待運立刻轉過身去，開始在電腦上激烈地打字，完全無視了他。弗洛倫蒂拿眨了眨眼，他第一次嘗到了公司傲慢的滋味，就像被潑了一身冷水。但他沒有哭，反而笑了。也苦他只是頭髮不順心。弗洛倫蒂拿一邊想着，一邊走回到陽光下。如果他們不想要我的能量，別人會想要的。第三部分，奇妙的初級陷阱。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一家生態有好型的精品麵包店。該麵包店在其五彩繽紛的社交媒體頁面上誇耀自己擁有一個包容和關懷的營商工作環境。肉桂、新鮮香草和融化糖的氣味彌漫在空氣中，讓弗洛倫蒂拿的肚子餓得直叫。老闆是一個名叫巴塞洛茂的男人，他在8月中旬戴着一頂鉗織無線帽，在擺滿昂貴糕點的櫃檯後面溫暖地微笑着。啊，一個新鮮的靈魂！巴塞洛茂隧道在圍裙上擦了擦手。我們需要一個助手，需要一個人來處理烘焙、清潔、會計、社交媒體、客戶服務，偶爾還要和送貨卡車配調的變速箱搏鬥。這是一個典型的集合年輕人的初級職位。太棒了！弗洛倫蒂拿隧道，佢眼睛因為興奮而閃閃發光。我很有活力，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學會所有這些。很好。工作時間是早上4點到晚上8點，每周工作6天。我們提供很好的福利。比如昨天的長棍麵包打折5%，以及成為我們替代商業家庭一運的巨大喜悅。弗洛倫蒂拿在腦海中重新計算了數學，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時間睡覺。那薪水呢？巴塞洛茂看起來受到了深深的冒犯，仿佛他侮辱了他的祖先。薪水？我的孩子，我們用經驗和曝光率來支付，展示如此資本主義和不酷的東西。我們提供一種情調，你能在一個好的情調上貼上價格標籤嗎？弗洛倫蒂拿盯着他昂貴的設計師圍裙，他的奢侈皮革鞋子，以及他放在櫃檯上的高端智能手機。他意識到，一個好的情調買不到他極度渴望的娛樂。在這座昂貴的城市裡，他交不起房租，也買不起食物。我想我的情調需要真正的貨幣才能生存。他隧道，禮貌地找起公文包退出了大門，而巴塞洛茂則在後面抱怨年輕一代缺乏職業道德。第四部分。過度勞累的陰魂。到了中午，美麗的粉彩街道感覺就像一個旨在耗盡他身體和精神的迷宮。弗洛倫蒂拿發現自己站在一家當地呼叫中心外面，這座建築看起來像一個完全放棄了生活和美感的灰色混凝土塊。在裡面，空氣因為絕望的打字聲、鈴聲以及被擠在微型辦公桌前的過度勞累員工的集體嘆息而變得沉悶。一位眼袋極深的主管遞給他一個沉重的耳機。施工，他吼道，唾沫從嘴裡飛了出來。向沒有鉛筆的人，
推銷自動完畢的延長保修期。如果你上側鎖超過42秒，我們的系統就會自動扣你的工資。弗洛倫蒂娜坐在狹窄的小隔間裏，在她左邊，一個男人正在對着她溫熱的咖啡默默流淚。在她右邊，一個女人正在喝她的第4瓶能量飲料，她的眼睛充滿血絲，正在抽搐。快點打電話！主管在房間的另一端喊道，用一個手拿的銀色秒表跟蹤她。弗洛倫蒂娜撥了第一個號碼。你好，你想保護你的書寫工具免受意外損毀嗎？別浪費我的時間，你這個寄生蟲！電話那頭的聲音在大聲叫喊後，狠狠地掛斷了電話。聲音在他耳邊回蕩。主管用純粹的惡意盯着他。你缺乏熱情，在電話裏保持微笑，弗洛倫蒂娜，笑到你的下巴發痛為止。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須為公司流汗和受苦。弗洛倫蒂娜意識到這不是一份工作，這是一個旨在把人類變成破碎機器人的心理耐力測試。他看了看哭泣的男人，又看了看憤怒的主管。他靜靜地摘下耳機，整齊地放在桌子上，然後走了出去。而主管在後面大喊大叫，指責他缺乏公司忠誠度，不負責任，而且沒有未來前景。第5部分，與異盟友的集列。弗洛倫蒂娜癱倒在大圖書館廣場的一個冰冷的石凳上。城市美麗的鐘樓敲響了下午2點，鐘聲在屋頂上回蕩。經歷了整個上午所驗證的殘酷和完全的冷漠，他感到精疲力竭、摧喪，而且心裏有一點刺痛。人們從他身邊走過，盯着自己的手機，完全不關心這個試圖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年輕女孩。好吧，他自言自語道，打開他巨大的公文包，拿出他自己做的3明治。大人的世界真是絕妙地瘋狂，而且有點嚇人。在他的腳邊響起了溫柔的咕咕聲，然後又是一聲。幾秒鐘內，10幾隻灰色的鴿子圍住了他的凳子，他們的小腦袋一上一下地晃動着。帶領他們的是一隻特別肥胖的灰色鴿子。他的眼睛裏帶着一種異常聰明的神采，並且少了一個腳趾。讓我們叫他巴納比。餓了嗎，夥計們？弗洛倫蒂娜笑了起來，他悲傷的心情消散了。他擺下一塊麵包扔給他們。至少有人欣賞我在這座巨大城市裏的存在。鴿子巴納比拿了一大塊麵包，看了看他巨大的公文包，然後直接直視他的眼睛。他發出一聲尖銳、威嚴的叫聲，聽起嚟幾乎像小號。突然，空氣中充滿了數百隻翅膀雷鳴般的卜令聲，來自可能之城各個角落的鴿子開始降落到廣場上。他們合滿了雕像、凳子和地面，在弗洛倫蒂娜周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旋轉的圓圈。他們不僅僅是在尋找食物，他們似乎在等待命令，以完美的默契點頭，仿佛他們理解他與公司怪物們的鬥爭。第6部分，毒性的熔爐考驗。在弗洛倫蒂娜弄清楚為怎麼自己突然變成了鴿子女王之前，她的手機突然響起了響亮的通知，一份郵件邀請，一家名為
妒忌與公司的奢侈時尚精品店希望立即對銷售助理職位進行面試。弗洛倫蒂娜拍掉裙子上的麵包食，向她的羽毛朋友們告別，然後匆忙趕往時尚歐。這家精品店是一座極級簡主義惡意的殿堂，白色的牆壁，昂貴的衣服像博物館展品一樣掛着。經理是一個名叫朱利安的又高又瘦的男人，身穿黑色絲綢服飾，用完全的閹惡釘着他的辮子和他巨大的皮革公文包。另外兩個候選人已經坐在那裡了，他們是看起來完全靠冰水和審判性想法生存的女孩，他們立刻用殘酷的目光死死盯着弗洛倫蒂娜。我們只有一個空缺。朱利安一邊玩弄着手指上的銀戒指，一邊流暢地絮道：坦白地說，我們更喜歡那些看起來不像是剛聰毅從書裡走出來的候選人。但讓我們看看誰更想要這個職位。告訴我為什麼你們的競爭對手失敗得一敗塗地。另外兩個候選人立刻陷入了一場痛苦、惡毒的唇槍舌戰。他們用可怕的殘酷和嫉妒互相侮辱對方的着裝、化妝和簡歷。弗洛倫蒂娜站在他們中間，聽着房間裡絕對的毒液。朱利安帶着扭曲、快樂的假笑在一旁看着，享受着女孩們為了可怕的薪水而撐斗的嫉妒和惡意。弗洛倫蒂娜看着生氣的女孩們，然後看看朱利安，他沒有生氣，也沒有感到難過，相反，一個純粹笑聲的泡泡在他的胸口升起。這太荒唐惡毒了，超越了現實的界限，變成了一場喜劇。他開始樂樂地笑，然後放聲大笑，他的聲音在安靜的精品店裡回蕩。你這個奇怪的女孩，有什麼好笑的？朱利安合着嗓子問道，臉氣得發紅。你們所有人都在如此努力地讓自己變得完全痛苦。弗洛倫蒂娜笑着提起她沉重的公文包。保留你們的工作吧。我喜歡我靈魂現在的樣子，它不適合你們的商店。第7部分，鴿子的抗議。當弗洛倫蒂娜走出精品店時，朱利安跟着她來到了擁擠的走道上，憤怒地喊道：你永遠別想在這個鎮上工作，你被所有人的黑名單登記了。你不過是一個留着可笑辮子、沒有前途的愚蠢孩子。一直坐在附近路燈上觀察整個過程的鴿子巴納比把這句話記在心裡了。他眯起眼睛，發出了他同胞的戰鬥口號。在幾秒鐘之內，一片字面意義上的鴿子雲遮蔽了妒忌與公司上方的太陽。以軍事般的精準和速度，鳥群從屋頂上俯衝下來。他們沒有傷害任何人，但他們將一場協調的、毀滅性的糞便空中襲擊直接釋放到了朱利安昂貴的黑色絲綢服飾和精品店一塵不染的玻璃外牆上。我的服裝，我美麗的玻璃窗，去！走開！朱利安發出尖叫，恐慌地揮舞着雙臂跑回裡面。此時有50隻鳥在他的頭頂周圍旋轉。弗洛倫蒂娜站在走道上，笑得直不起腰來，雙手捂着肚子，眼淚都流了出來。鴿子們在屋頂上排成一排，在凱旋的和諧中咕咕叫着，拼斗落着羽毛，他們保護着他的後背。
城市可能是冷漠和殘酷的，但他最野性的居民完全站在他這一邊。公司的怪物們對天空或鳥類毫無權力。第8部分，巧克力豆的甜蜜慰藉。隨着精品店被擊敗，而他的職業前景處於絕對零度，弗洛倫蒂娜決定他贏得了一個急需的休息。他走開時尚歐，找到了一個帶着黃白相間條紋遮陽傘的小型、色彩鮮豔的推車，側面的牌子上寫着「快樂雀子」。攤主是一個和藹的老人，留着大大的白鬍子，看起來就像一朵蓬鬆的雲彩。他溫暖地微笑，在可能之城度過了艱難的一天。年輕的小姐，你看起來就像把那個公文包背過了整個世界。我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天，弗洛倫蒂娜承認道，同時把她沉重的灰色公文包砰的一聲放在卵石路上。我遇到了惡毒的接待運，想要我免費工作的版，以及為了一個初級職位而活在互相殘酷對待中的人們。標準現代勞動力市場的常態。老人智慧地向他點頭，拿出一個乾淨的乳酪蛋筒。別讓他們改變你那美麗的微笑。世界需要它。我能給你來點雜麼來改善情況？請給我一隻最大的雙重巧克力豆乳酪。他隧道數着他最後的幾枚硬幣。當老人要起黑巧克力乳酪時，弗洛倫蒂娜環顧了美麗的公共廣場。太陽開始落山，在粉彩色的建築上投射出金色、琥珀色的光輝，讓窗戶閃閃發光。儘管經歷了所有的疲憊、敵意和傲慢，他並沒有放棄。他對着他們的惡意嘲笑，並用純粹的喜悅進行了回擊。他知道自己的價值，即使公司的世界並不知道。第9部分，黃金的發現。弗洛倫蒂娜拿着他巨大的乳酪蛋筒，坐在廣場中央一個古老、華麗的石製粉泉的邊緣。水流帶着平靜的聲音傾瀉而下，他深深地、幸福地咬了一口乳酪，巧克力在他的舌頭上完美地融化，沖刷掉了公司世界的苦澀滋味。當他向後靠着享受夕陽時，他沉重的靴子撞到了藏在石製粉泉底部生長的茂密綠色常春藤裡的某個東西。他發出了一聲沉重的金屬般的撞擊聲，聽起來不像是普通的石頭。出於好奇，他彎下腰，小心翼翼地把乳酪放在石頭上，並撥開綠色的葉子，塞在一個隱藏的石縫深處的，是一個古老而沉重的皮革剪袋，用一根粗粗的金色繩子緊緊繫着。他看起來就像在那裡等待了非常長的時間。他用雙手把它拿了出來，解開了緊掹的裂。他的眼睛完全睜大，倒映着金色的光芒。錢袋裡塞滿了閃閃發光的古老金幣，每一枚都很重，拼印有一隻翱翔飛鳥的美麗形象。在這唯一一個錢袋裡，就有足夠的財富嚟購買10家精品店、3家麵包店，以及一生無窮一盡的優質乳酪供應。鴿子巴納比悄悄地降落在他身旁的粉泉邊緣，發出了一聲潰心的、低沉的咕咕聲。他用喙敲了敲石製噴泉，仿佛在說：城市把真正的寶藏留給那些不讓世界打破他們的人。這是城市真正的禮物，對貪婪的經理們隱瞞，
慶送給心靈純潔的人。好吧，弗洛倫蒂娜看着寶藏小星隧道，一個巨大的、燦爛的微笑在她的臉上蔓延開來。看起來我剛剛僱用了自己，成為了我自己生活的版。第10部分，自由如新開始。弗洛倫蒂娜站在大廣場的邊緣，一手拿着灰色公文包，一手拿着安全藏好的沉重金幣袋，另一手拿着融化的乳酪。她完全自由了。她不需要他們低薪的實習，他們毒性的競爭，他們粗魯的接待運，或者他們清晨4點的班。她按照自己的規則征服了可能之城，船得到了她忠誠的羽毛朋友們的一點幫助。當第一顆野星出現在紫色的天空中時，她最後看了一眼這座美麗荒謬的城市，知道自己再也不需要為了薪水而向自己的喜悅或微笑妥協了。與弗洛倫蒂娜越再現是極其困難的。她明亮的眼睛，她充滿活力的混亂，她美麗的辮子，以及她不可動搖的笑聲，讓你想在她的世界裏再多挨一倍人。與她離別感覺就像心頭的一絲微痛，一種因為故事列速而帶來的悲傷。追趕她毫無意義，但我們知道她會過得非常好，按照自己的規則生活，成為荒謬現代世界真正的勝利者。當我們的旅程與她一起列速時，我們用最後一個筆記來列速這一章。這本美麗的書目前正由其原創作者用保加利亞語創作，他正在為弗洛倫蒂娜令人難以置信的世界注入真正的生命。但目前，我們向這個音頻各本月再現，向人工智能在創作這篇荒謬的冒險時提供的創意幫助致以巨大的感謝。再現，弗洛倫蒂娜。直到我們再次相遇。